好，Hello，各位大家好啊！咁今日呢條片呢，我就想分享呢幾樣嘢嘅。首先就係 Dell 上個禮拜業績之後單日暴漲30幾個 percent 啦。咁呢一個業績其實會帶動到咩嘅股票係一齊受惠呢？呢條片會分享啦。第二就係好啦，今個禮拜 Nvidia 台北 GTC 啊開幕啊，咁會點樣去部署呢？點樣去部署呢？有啲咩股票要睇實咧？呢條片都會分享嘅。另外就係目前我自己最重倉嘅股票係邊一隻？點解我會擺佢喺我最重倉嘅位置呢？呢條片都會分享。咁係啦，中意睇我呢一個影片嘅咧，記得like 啦、share 啦、comment 啦，亦都係 subscribe 呢一個嘅頻道啦。記得我喺呢度嘅分享咧，全部都係純粹係我個人自己嘅睇法嚟嘅啫，並不涉及任何投資邀約、投資建議嘅。好，首先咁我哋睇翻就係其實個市場先啦，即係呢一個嘅 AI 牛市咧，其實我哋仍然可以睇大盤嘅角度出發咧，仍然我哋處於一個好強嘅 uptrend 完全基本上價格咧喺晒啲移動平均線之上，一個 strong uptrend 喺個上升通道啦，你見到我亦都畫咗個通道未見到有完嘅跡象嘅暫時。咁標普500啦，呢個係咁我哋睇埋納指100我都畫咗個 channel 喺度嘅。咁雖然禮拜五咧，你會見到有啲突兀喎，成交量好似突然好大爆量十字星，咁但係其實睇翻咧，上個禮拜五咧就係一個MSCI 嘅一個調倉嘅日期啦，咁所以往往咧呢一日咧都係有一個比較異常大嘅成交，咁就我認為就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有一個實際嘅 event 喺度導致呢，即係類似四巫日嗰一種啦。咁不過呢個就係 MSCI 調倉造成嘅成交量。咁呢個大盤我哋見到仍然係一個 strong uptrend 啦，一個 channel 入邊啦，未有咩好 overextended 極端超賣嗰啲跡象，暫時未見到嘅。出貨日嗰啲暫時都還好未有咩大嘅警號。咁半導體板塊 SOXX 啦，基本上都仍然係一個 uptrend 啦。之前有 pullback 一個健康嘅 pullback 拉翻嚟20天線，再帶翻上嚟高位，咁暫時喺個uptrend 之中啦，都係一個通道入邊啦。雖然上個禮拜見到有啲資金輪動嘅情況，即係譬如見到有輪動翻去啲軟件股升得好勁IGV 雲計算升得好勁網絡安全升得好勁咁半導體唔係好喐喎，咁係咪擔心嚟緊會有一個好大嘅 rotation AI 硬件嘢全部要跌啦，嚟緊就淨係升軟件啦，係咪咁樣呢？咁我認為就唔係嘅，我認為 AI 硬件仍然係主軸嚟嘅，只不過而家半導體可能短線有一啲休息唞緊嘅時候咧，資金就炒下軟件，咁但係咧個主線仍然係 AI 數據中心呢個咧，我哋從盈利增長確定性嗰方面咧係可以明顯睇到嘅。咁譬如講開盈利增長確定性咧，我哋睇翻 Dell 呢一隻股票先啦。佢就係一個代表啦。你會見到佢出咗業績之後咧爆升啦，然後嗰個嘅盈利增長，你睇下個 EPS growth，即係呢一種嘅盈利增長，其實我哋都仍然只係喺 AI 硬件股先會見到咯由2023、2024嘅7蚊8蚊上到嚟而家2026 forecast 係17蚊咁係一個好大嘅躍進嚟㗎，呢個 EPS 嘅增長。咁其實呢個冇顯示到，但係如果淨係 show 翻 Dell，因為 Dell 佢有電腦 PC 業務加埋 AI 數據中心業務啦。如果淨係睇 AI 數據中心伺服器嗰一 part 嘅增長咧，係講緊幾百 percent 嘅 growth。呢一種係真係講緊，因為資本開支大部分都係流去 AI 數據中心嘅建設，咁所以咧佢哋係最受惠。再誇張啲就係睇埋啲記憶體內存嗰啲，你就會更加體現到咧呢一種嘅瘋狂嘅盈利暴增咧，就係呢一啲嘅 AI 硬件股先至會出現呢一種嘅誇張嘅情況咯。咁如果你話睇就算升得勁嗰啲軟件股咧，咁暫時都係叫做炒翻起身嘅啫，但係即係未會見到呢一種嘅盈利增長嘅幅度盈利增長嘅確定性會出現到咯。咁 Snow 係業績比較靚仔嗰一隻嚟嘅咁暫時都係預期為主啦，未係喺個 earnings 度見到一啲好誇張嘅增長嘅，對比起啲 AI 硬件股嚟講。咁所以
我認為 rotation 呢一度唔需要太擔心嚇，主線仍然係 AI 硬件。咁好啦，Dell 點解升得咁勁咧？睇翻 Dell 呢隻股票，其實佢係某程度上改變咗市場嘅一啲嘅預期嚇。呢個業績改變咗咩預期？好啦，大家都知AI 數據中心 AI 伺服器係一定係必要㗎啦嚇，佢嘅組件必要啦，你唔會淨係要個 NVIDIA 芯片就喐到㗎嘛，你必須要插入去伺服器度先運作到㗎嘛。咁但係點解好啦？之前都係慢慢爬升嘅，點解一下子可以暴升得咁勁咧？就係佢有啲嘢咧改變咗市場預期啊！咁呢一個咧就係其實其中一個重要嘅轉折點，就係而家講緊個需求勁，唔單止係啲 hyperscalers 啊，唔單止係啲科網巨頭，而係連其他嘅一啲嘅大型企業 enterprise 咧，佢哋都大量去訂購 AI 伺服器去建構自己私有嘅 AI 算力集群。另外就係主權 AI 啊，即係講緊啲國家級別啊、政府啊或者係主權基金推動佢哋自己本土嘅 AI 基礎設施啦，即係譬如中東啊、日本啊等等呢啲啦，都係咧大嘅收入來源啦嚇，唔單止係 hyperscalers 嚇，即係呢份業績睇到咧係多元化咗嗰個嘅收入來源。OK，咁最重要嘅催化劑之一啦嚇 AI agent，OK，佢係大幅推動到咧呢一個嘅運算需求，所以嗰個嘅AI 伺服器 demand 高咗好多好多。咁呢個係 Dell 嗰個嘅邏輯啦，突然爆升拉升嘅邏輯嚇，市場預期咧嗰個嘅 demand 可能係推動到價格仲有一個空間。咁但係好啦 ，Dell 始終佢呢一段嘅 uptrend 都行咗好一段嘅時間，仲要咧係暫時有呢一種嘅拋物線到90度嘅上升咧，即係我認為雖然預期佢未來可能仲有上升空間都好啦，短線嚟講佢有啲嘅整理啊，有啲嘅 pullback 啊，我覺得係非常合理，非常係可預期。咁所以咧你話即係亦都有朋友問我係咪 bubble gap up Dell？ 我認為呢個唔係一個好嘅位置咯。即係如果你話佢本身呢個 base 呢一度咁樣去，我哋從技術型睇去睇啦，呢啲位置 gap up 20幾30%咧，咁我呢啲先係一啲買點咯，而唔係段 rally 已經係開展咗一段時間，已經係升咗80-90%去到跟住喺呢度咧再拉30%呢一度去買，我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好嘅買入時機咯嚇。縱然佢短線可能仲有啲些微嘅升幅都好啊，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嘅買入時機嚟㗎。咁你見到 RSI 超賣程度其實都好誇張下㗎啦。OK，咁所以咧我會睇喺 Dell， 大家都會矚目 Dell 或者佢其他 AI 伺服器嘅股票之餘咧，其實我會揾到一啲係同樣受惠呢個賽道，但係咧升勢可能啱啱開始嘅。咁 CLS 就係我睇緊嘅一隻股票啦。OK，你會見到係禮拜五咧係 Dell 業績爆升嗰一日咧，其實佢股價都升近10%㗎。你見到成交量明顯抽升嘅，係突破緊一個 set。咁呢一種咧反而係我有興趣嘅目標，因為你見到佢過去差唔多半年時間係盤整啦，然後做咗個杯柄型特級嘅 candle。而佢盤整之前咧嘅升勢都好強嘅喎，即係2025年呢一段嘅浪咧，佢升咗200% 以上嘅喎。咁即係佢係一隻好強嘅增長股嚟嘅，然後進入咗一個大嘅整固。好啦，咁我哋睇睇佢有咩關係咧同 Dell。其實佢係點解係 Dell 業績爆發嘅一個受惠者咧？因為其實佢係 Dell 嘅供應商嚟㗎，佢嘅業務咧，你見到其實佢係有份去做 ODM， 有份去設計同埋組裝伺服器。OK，咁因為咧特別係 Dell 其實佢而家賣嘅機櫃啦嚇，唔單止係 GPU，因為 AI agent 推高咗 CPU 嘅需求，其實佢賣多咗好多咧，就係一啲因為增加咗 CPU 組件而特登去 for GPU 乘以 CPU 設計嘅混合機櫃嘅呢一種嘅需求。咁 anyway 就係 CLS 咧，其實佢有呢一個嘅業務啦嚇，full rack integration 咧，即係完整機櫃嘅組裝嘅服務啦或者能力啦，咁佢係 Dell 嘅 supplier 啦，所以會受惠到即係當 Dell 嘅業績顯示到喂嗰個嘅需求咁勁嘅時候，咁其實連帶到佢嘅供應商 CLS 或者有份組裝伺服器嘅，有份設計伺服器嘅，佢嘅業務都會係上升咯。好啦，咁唔單止 CLS 咧同 Dell 有合作，佢同AVGO Broadcom 都係有合作㗎。咁因為譬如 Broadcom 佢唔單止做 ASIC 啦，
佢其實亦都咧喺數據中心入邊交換器芯片咧，都係佔佢收入嘅一部分。咁佢個系列叫做 Tomahawk 啦，咁其實而家好似出到6㗎啦嚇。因為佢只係一個交換器芯片，實際數據中心用緊係一個交換機，一個機嚟嘅。佢嘅芯片係插入呢啲機，咁呢啲機邊個做邊個組裝咧就係 CLS 啊。所以 CLS 都係 partner with Broadcom AVGO 呢隻股票嚇，咁係去做幫佢由呢個交換器嘅芯片變成交換器嘅組件咯嚇，switching 嘅 solutions 咯。咁你會見到咧AVGO 咧其實禮拜5咧都係有一個突破，並且佢嚟緊禮拜3盤後會出業績。咁 CLS 咧都係繼 Dell 之後咧同 Broadcom 咧有幾關聯嘅一隻股票咯。好啦，除咗 CLS 之外 ，Google 都關佢事。咁 CLS 咧其實就係 Google 鏈入邊都係一隻重要嘅股票嚟嘅，就係 Google 賣 TPU 啊嘛而家 Anthropic 又加單買 TPU 啦嘛。咁其實咧 CLS 就係又係幫咧 Google 嘅 TPU，佢唔係淨係要個芯片噶嘛，佢要組裝落個機櫃噶嘛。咁 CLS 就係幫佢去組成rack integration assembly 將個 TPU 變成機櫃呢個步驟咧 ，CLS 係參與嘅。OK。咁仲有啦，就係 AMD 啦。咁 AMD 嚟緊講緊佢 AMD 升得好勁啦。除咗 CPU 之外咧，AMD 其實都係嚟緊出嘅芯片嗰啲系列啦，都係同 NVIDIA 競爭啦。喺 AI 推理上面嘅GPU 啦咁樣。咁 AMD 都會推出機櫃嘅 solution，即係譬如 NVIDIA 先有 Blackwell，然後而家最新係 Vera Rubin 啦。咁 AMD 都會推出咧，即係一個 Helios 嘅機櫃嘅 solution 啦，一個平台啦級嘅機櫃咁樣啦。咁 CLS 咧其實就係會幫 AMD 去組成呢個機櫃去售賣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佢喺 CLS 呢個股票，佢喺數據中心咧係有好多層唔同嘅關係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就係你凡親係組件，不論係組成一個交換器嘅組件，定係組成一個機櫃去售賣咧 ，CLS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參與其中咯。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CLS 呢個股票佢過去係升勢好強如果你睇周線圖其實自炒 AI 以嚟咧，即係佢呢一段嘅升幅跟住好啦，關稅嘅調整，然後呢一段嘅升幅都係好強勁。好啦，而家亦都係咧進入咗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區間，然後咧有一個初可能係準備突破杯柄形態，突破一個 set up 嘅跡象咯。咁所以我就特別好留意呢一隻嘅股票。咁我哋睇翻佢嘅增長咧，其實亦都相當之靚仔，解釋咗佢股價背後嗰個嘅升幅由2023、2024嘅2-3蚊嘅 EPS 而家見到咧係6蚊、10蚊、15蚊咁樣去一個好誇張嘅增長嘅 earnings 嗰度。咁其實股價佢過去呢一個嘅停滯有原因消化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資本開支提升嘅因為佢要接更加大嘅量嘅訂單咧，佢就提高咗個資本開支啦咁市場係有擔心嘅即係使多咗錢，後續嘅需求係咪真係咁勁，去可以補足到呢啲嘅投資咁而家咧 Dell 呢個業績咧，似乎就係同市場講，喂，唔使擔心，我擺咗錢落去做嘅資本開支咧，個需求一樣好強，我係收得翻有更好嘅回報嘅。咁所以咧背後嘅 story 可能係咁樣，呢啲我自己推斷嚟嘅啫。咁我所以咧就係留意呢隻股票，亦都咧係我自己啦唔係投資建議，我自己考慮部署呢隻股票嘅咁樣咯。咁所以呢度我分享我自己嘅睇法啫。咁咪你自己點樣做由你自己嘅理解同埋你自己決定，你自己做你嘅功課啦。好，呢個唔多講啦。第一個部分我就分享呢一個。好，第二個部分嚟到就係今個禮拜焦點就係 GTC，OK，台北 NVIDIA GTC 大會。咁咧其實呢個大會之前咧，佢哋集體係賣關子嘅 NVIDIA 啦、ARM 啦，仲有就係Microsoft，即係因為佢係 Windows 啦，同埋 Qualcomm 咧，佢哋都集體出一個喺 X 嗰度出 post，A New Era of PC 佢哋集體出呢個 post 去賣關子啦喺 X 上面。咁其實咧就講到喂，就擺明賣晒關子 AI PC 就係會係呢個 GTC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咁亦都連帶到有個關係咧，就係亦都係賣關子其實過去一年市場都傳㗎啦，咁而家可能會藉住呢個 GTC 大會去公佈 NVIDIA 咧會首次入局呢一個嘅AI 電腦嘅一個芯片啦
即係講緊處理器嘅芯片啦，唔係齋貨圖像嗰個嘅 GPU 啦。咁佢會透過呢一款咧就係ARM架構嘅，OK，NVIDIA 會透過呢個ARM架構做嘅處理器咧就係叫 N1X 啊。咁其實就係專係 for AI PC 嘅。好啦，點解 NVIDIA 會入局，或者點解 AI PC 會係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咧？其實就係講緊咧AI agent。好啦，大家開始係部署 AI agent 啦，不論係企業定係個人都會用到 AI agent 幫佢處理嘢啦。咁 AI agent 咧其實講緊就係你要低延遲。快咧就唔係單靠雲端嘅運算啦，可能雲端運算係一個部分，但係你真係要佢好低延遲、好有反應、好快咧，就要去到邊緣運算。所謂咩係邊緣運算咧？就係講緊個運算直接喺你隔離嗰個嘅 device 上面運算咧，咁呢個都係叫做邊緣運算，即係講緊個運算直接喺你個 PC 或者喺你個手機度運算咧，呢個都係邊緣運算嘅一種。咁咧即係 edge computing 啦，英文個 term 嚇 edge computing。咁呢一個咧就增加到 AI PC 嗰個嘅需求好大啦，因為你唔單止係雲端，你要嗰個嘅你要用緊嗰個嘅電腦個硬件配置 support 到 AI agent 強大嘅需求咧，你個 PC 就要升級。可能本身而家大家用緊嘅電腦其實都唔係真係 support 到好高性能嘅 AI agent 嘅時候咧，你就要升級啦。咁呢個推動到 AI 電腦 AI PC 嘅需求。咁 AI PC 咧亦都係需要更加強大嘅芯片處理器啦。NVIDIA 就入局啦。咁亦都係 ARM base 打破傳統，就係覺得好啦 Windows 咧就係要用 X86嘅架構，即係用 AMD 或者 Intel 嘅處理器。咁 Apple 嗰啲就已經用過 ARM base 啦，佢自己 Apple 嘅 M 系列嘅芯片。咁但係 NVIDIA 就想打破埋 Windows 嘅 PC 咧，佢而家 NVIDIA 呢一種都係 ARM base 啊嘛，ARM 嘅架構啊嘛，咁佢就想入局埋呢一個 Windows PC 嘅呢一條隊啦去打破呢個X86架構嘅刻板印象。好啦，咁呢度重點想講咩咧？就係其實 AI PC 咧 ，NVIDIA 入局，咁呢個咧其實又係一個跡象。NVIDIA 做啲乜入過啲乜咧？就其實基本上等於咧未來嗰個嘅市場需求非常大。NVIDIA 上一步入過咩咧？入局 CPU，佢就推呢個 Vera CPU 入呢個 AI 伺服器嘅 CPU 市場。咁咧其實本身 AI 伺服器 CPU 咧就係 Intel、AMD 同埋 ARM 嚇，咁呢個佢升到癲咗嘅。咁而家 AI PC 佢入局咧，其實就係講緊個市場好大。咁邊支股票一早已經入咗局咧？就係 Qualcomm 嚇。Qualcomm 其實佢本身咧就係主打手機通訊芯片嘅，咁但係咧已經係成熟咗啦，好難再有增長啦。咁所以為咗增長咧，佢近年咧就入局 AI PC 入局汽車市場，同埋就係 ASIC 自然芯片啦。咁 that's why Qualcomm。That's why 佢過去呢一段嘅股價咧升得好急咧，其實都係有啱啱我提到嘅驅動啦。咁特別業績佢提到ASIC 自然芯片業務佢都會開埋，咁就係炒翻起，就係市場預期。唔單即係唔係視佢係一隻唔識喐嘅成熟嘅股票啦，而係佢有一個新嘅增長動力啦。咁而家 AI PC 咧，佢一早入咗局㗎啦，佢就係透過咧佢推出嘅芯片啦，Snapdragon X。咁呢一個品牌嘅處理器啦，一早已經入咗個 AI PC 㗎啦。咁雖然目前對於 Qualcomm 嘅收入咧唔大嘅，佔比唔夠10%嘅，for佢全部收入嚟講。咁但係講緊如果未來呢幾年因為 AI agent 嘅需求，因為大家要用好勁嘅 AI，大家一齊去升級部電腦，咁就會令到 AI PC 嘅出貨量大增啦。咁呢個時候就會拉動到 Qualcomm 嘅 Snapdragon X。佢嘅芯片嘅收入都會係拉升咯，都會係出貨量大增咯。咁呢個就會有一個好矚目、好焦點嘅新嘅增長引擎啦。好啦，咁呢度如果你諗到就係話，喂，咁 NVIDIA 明明都入局喎，咁會唔會係加劇咗個競爭係負面咧？好啦，咁你就諗翻啦 ，NVIDIA 都入局 CPU 啊，佢都入局 Vera CPU 啊，咁但係 Intel 係咪升到黐咗線啊 ？ARM 係咪又升得好勁？點解？又係因為NVIDIA 嘅動作就係代表佢因為見到個市場好大，佢先入局。咁所以當個餅一齊大嘅時候，即使你多咗一個競爭者，但係因為成個餅一齊變到好大嘅時候，呢一啲本身已經喺個市場度嘅股票，佢就升得好勁啦。Intel、AMD 有即係唔少嘅部分都係因為 CPU 需求咧升得好勁。咁所以而家 Qualcomm 嚟到 AI PC 嘅主題 ，NVIDIA 入局 AI PC 咧，咁我會特別留意 Qualcomm 嘅表現咯。好啦，咁所以今個禮拜可能一啲催化劑喺 GTC 大會提到關於 AI PC 嘅嘢咧，可能對於 Qualcomm 都係一個催化劑嚟嘅。技術分析嚟睇咧，其實佢之前已經爆咗一段啦。咁呢個
通常咧呢一段能夠喺好早入場嘅人好少嘅，因為佢股價仲係好落後啦，冇乜亮點啦。咁但係當佢爆咗一段之後咧，其實就係大家開始留意，大家開始揾位入場啦。咁之前咧，其實佢呢一度出現過一個位置，就係佢拉升咗，由低位拉升上嚟接近100%，然後 pull back 翻嚟均線，就係一個 high tie flag 嘅形態嚇，high tie flag。咁亦都係啱啱好咧，拉回翻嚟呢一條嘅趨勢線同埋平均線嚇，掂一掂之後咧就彈翻上嚟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就睇緊佢翻嚟前頂，啱啱好有一啲嘅阻力嚇。小時圖咧，其實就係一個幾明顯嘅 cup candle。咁如果今個禮拜有啲咩催化劑令到佢咧係可能係突破咧，或者係盤前因為有一啲消息已經係 gap up 突破咧，咁我估計咧對我嚟講啦，可能係一個 breakout 嘅機會嚟嘅嚇，可能係 ready for 佢下一段升勢都未定嘅嚇。咁我都補充翻啦，一般嚟講咧，我就唔係咁中意喺呢啲位置買嘅，即係呢啲位置係理想啲嘅位置啦嚇，呢啲位置係靚嘅。呢啲位置就不是太好嘅，咁尤其係咧，其實佢而家整理咗3個禮拜到啦，1、2、3個禮拜到，咁唔係一個好長時間嘅底部，但係因為而家嘅市場趨勢太強，而家個即係大家都明，而家係一個 AI 大牛市嘅情景，咁喺呢一種情況咧，呢一啲比較短嘅底部，或者呢一啲喺前高醖釀幾日就突破嘅成功率咧，相對會係提升咗嘅。咁所以喺呢一種嘅情況底下咧，如果佢喺呢啲位佢真係可能 break out 或者有消息 gap up 咧，我就傾向就可能都會考慮咁樣咯。好啦，咁呢個係 Qualcomm 嘅分享。好，講到 AIPC，其實咧有一隻股票咧，佢嘅潛力係比 Qualcomm 仲勁嘅，係啦，就係 ARM 啦。咁 ARM 咧就係佢唔單止係 CPU 贏家，佢係 AIPC。都係大贏家嚟嘅，咁你啱啱其實都我透露咗少少啦。NVIDIA 入局，其實佢呢一款嘅 AIPC 嘅處理器啦嚇，嘅芯片處理器咧，就係 ARM base 嘅，就係用 ARM 嘅架構。咁用 ARM 嘅架構有咩特點咧？就係佢每賣一粒咧，ARM都會收佢嘅版權費。咁 ARM 係咁樣賺錢，靠啲版權費賺錢。而 Qualcomm 嘅 Snapdragon 咧，都係 ARM base，都係用 ARM 架構。OK，佢每賣一粒 ARM 都收錢。OK，Apple M 系列嘅芯片都係 ARM 架構。咁 ARM 架構點解咁喺 AIPC 咁廣泛？大家都要用 ARM 架構，開始唔係好用 X86咧，因為 ARM 架構嘅功耗咧，嗰個即係慳電嗰個效能係特別好嘅，特別好嘅。咁所以你如果 AI agent 長時間要 run，OK。你可能有時 sleep mode 緊 AI agent 都 run 緊嘅時候咧，佢其實 ARM 架構就係幫到功耗。喂，大家最緊要其中一個都係你越慳電越好啦。咁所以 ARM 架構咁利潤嘅嗰個佔比會越嚟越大。所以咧，當 AIPC 出貨量大增，越多呢啲嘅 ARM base 處理器賣咧，ARM 嘅收入會大幅上升 ，EPS 大幅上升。咁而家咧，我哋睇睇，其實呢一啲咧都未完全反映喺啱出緊嘅數字上面嘅。你見到好啦，開始升緊，開始由0.85上到嚟2蚊，上嚟3蚊，開始個 pick up 緊，但係都未去到誇張，因為咧而家有分析師講緊咧，你見到2027預計3蚊啦，有分析師講緊咧2029咧，2029年可能 EPS 去到9蚊樓上噶啦，即係後邊一啲好大嘅增長咧，其實呢度未 show 到。就算呢1-2年嘅 forecast 都未收到，但係股價已經率先反映。股價其實而家咧喺呢個大牛市背景咧，可能已經望緊2029、2030、2031嘅向住未來嘅 price 先。咁所以係一個好強、好大嘅增長嘅動能咯。喺 AIPC 一嚟，第二就係 CPU 嚇。咁所以咧，ARM咧係一個潛在更加強嘅大贏家咯。股價亦都係反映緊。係啦，咁我自己都入咗ARM呢一隻嘅股票啦，已經係。咁並且咧，頭先話透露我而家最大嘅持倉咧，咁我而家最大嘅持倉咧就係ARM呢一隻股票啦，咁係佔我30%以上嘅倉位嘅嚇，咁亦都因為我比較早入場啦嚇。
我喺呢一度嘅時候4月初已經入場㗎啦，呢一度做咗加注，咁所以咧我嘅 average price 180幾蚊，咁坐到嚟呢度咧，我基本上由呢一段升勢開始啦，我未減持過，咁我仲坐緊嚇，咁就所以我就都幾睇好啱，同埋咧你睇翻成個升勢嚟講咧，其實仲係一個 fresh 好早期嘅 uptrend，佢即係啱啱開始展開呢段升勢。因為 CPU 主題同埋 AIPC 主題可能都係今年啱啱去起動嘅啫。咁即係如果我舉個例，你如果譬如睇翻 MU 咁樣，記憶體喺上年開始起動咧，其實咧即係對比翻的話，我粗略咁樣去對比翻啦，其實啱可能而家係呢啲位置附近嘅啫，即係啱之後可能佢仲會有機會可以做到一個第一 uptrend 入邊第一個 base，uptrend 入邊第二個 base 嚇。可能啱而家係呢一啲嘅位置左右嘅啫，OK，啱啱開始第一段嘅拉升上嚟呢啲嘅位置左右嘅啫，咁所以咧未來嘅潛力咧都真係不容忽視嘅。咁當然我咁樣粗略對比啦，不是任何投資建議啊，記住我唔係話佢之後1000蚊、800蚊、1000蚊會到，所以你而家唔理乜都買啦，乜都衝落去啦，絕對唔係咁嘅意思。咁我自己會再買多啲或者咩咧？咁我覺得佢之後咧有機會咧。我唔知幾時啦，可能佢都會再做一啲啱啱提到啦，Uptrend 入邊咧嘅一啲嘅整理區出嚟嘅。咁到時我會再睇會唔會係有冇機會加注啊嗰啲咯。咁我覺得假如未上車咧，都最好係等，因為佢已經係喺一個低位爆發咗一段升勢出嚟咧。而家買真係高追嘅啫。咁我覺得假如之後有機會點樣整理或者點樣 pull 翻去可能50天線追上，咁嗰啲時候咧再諗嚇。但係即係從一個認知上面，你要知道 ARM 好大，即係我講緊嗰個潛力大，因為而家由上年熱炒記憶體，當然而家個需求都好強，但係記憶體由上年開始炒 CPU 同埋 AIPC，可能係今年4月先至開始炒嘅嘢。OK，而呢啲嘅新嘅領導股 ARM 係其中一隻，佢嘅潛力就不容忽視嚇。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嘢。咁成個 CPU 即係 AIPC 而家可能係啱啱開始彈起嘅一個主題，而 CPU 4月初開始炒啦。咁當時我已經係睇到呢一個 trend，同埋我喺我嘅 Discord channel 已經有分享，同埋我睇到邊啲嘅股票係受惠呢個風口。咁 so far 呢啲嘅股票升幅表現都係好相當之唔錯嘅。咁我亦都有捕捉到啦，一啲嘅股票啦，ARM、Intel 喺呢個浪嚟講賺得最多啦嚇，CPU 開始嘅呢個浪，ASX 都賺得好唔錯啦。咁 Dell 就好可惜啦，就係我早走咗啦，我喺佢業績爆發之前已經走咗，咁呢個就相當可惜嘅一回事嚟㗎啦嚇。但係冇辦法，即係總係有不完美嘅地方㗎啦，喺股市上面。咁啊向前望啦，最緊要。係啦，咁我會話而家喺呢個 AI 大牛市，最緊要係把握到呢一個嘅超級行情，因為咧呢啲嘅超級行情咧真係唔會係成日出現，你唔會期望每一年都會見到呢一種嘅超級行情，所以有行情嘅時候你要識得係點樣把握住咯。咁係咯，即係如果你想學到我點解會喺呢啲嘅位置識得揀到啱呢隻股票，識得去買到，識得去加注，識得去做大個倉位，enjoy 到個升浪，點樣去打造個倉位，諸如此類咧。咁你可以係 scan 我呢個 QR code 啦，去學習我背後嘅點樣去做到嘅呢一啲嘅方法咯，由選股啊、買入啊、趨勢追蹤啊、倉位管理等等嘅方法，咁我都會係詳細係有一系列嘅分享咯。咁你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OK，好，咁呢條片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係咁先，拜拜。